各位街坊大家好，今日我哋傾一個困擾無數香港打工仔中產10幾年嘅終極問題。我日日準時返工，捱夜加班，省吃儉用，老老實實儲錢，理財又冇亂嚟，消費又極度克制。點解無論我幾努力，永遠都追唔上樓價，永遠差半步先可以上車，永遠摸唔到個門檻？好多人一路以為係自己唔夠勤力，唔識理財，儲蓄得唔夠多。但今日我同大家撕開呢個行內極少人敢講最真實、最殘酷嘅樓市底層真相。你上唔到車，追唔上資產價格，從來都唔係個人問題，而係系統性制度化嘅財富鎖定機制。呢一套運行咗幾十年、合法、極度精密嘅規則，由4大地產家族、特區政府、土地財政、國際金融週期共同搭建。我哋幾百萬打工仔、基層中產，由出世出嚟做工開始，就已經係呢個閉環入面唯一嘅被動買單者。真心勸大家唔好再信網上啲雞湯，唔好再被努力就可以上車嘅毒雞湯洗腦，脫離規則，脫離系統，淨係講個人奮鬥，全部都係空話廢話。呢條片我哋用2組極度反差、權威真實嘅數據，徹底撕開呢座城市嘅生存真相。首先我哋講數據，講全世界公認冇得反駁嘅事實。好多人平時睇新聞、睇樓市短片，都只會睇表面漲跌，但真正能夠反映普通人置業壓力嘅就係全球權威機構常年追蹤嘅樓市負擔率數據。國際權威機構常年追蹤全球樓市負擔率，香港年年穩居全球最難置業城市榜首。呢個排名唔係吹水，係用全港普羅大眾真實收入、真實樓價徵算得出，絕對真實可信。調查結果好殘酷，香港一名普通打工仔需要足足14年嘅全額人工，1分錢唔使先可以買到一個60平方米嘅普通私人住宅單位。可能內地嘅朋友唔理解60平，只係好普通嘅2房剛需細單位。但喺香港60平方米已經係好多基層普通人一輩子都夠唔到遙不可及嘅中型單位。我哋身邊好多打工仔中產一家幾口，為咗留喺市區返工，小朋友返學方便，無奈擠喺300幾籮嘅細單位入面，廳細房細，儲物空間幾乎冇，人均居住面積仲唔夠10平方米，每月租金隨便接近2萬蚊。對於普通打工家庭嚟講，大半人工直接奉獻俾租金同居住成本，儲錢上車自然變得遙不可及。呢就係最諷刺嘅反差。一邊係普通人越嚟越辛苦，人工追唔上樓價，置業門檻年年升高，基層生活壓力爆晒燈。另一邊係香港宏觀經濟數據逐年亮麗，近幾年 GDP 創下5年最強增長，資產價格瘋狂飆升。一個城市竟然可以同時出現經濟暴升、資產瘋漲，同市民越嚟越窮、越嚟越難上車兩種完全對立嘅現象。呢個絕對唔係運氣唔提，亦都唔係經濟意外，係結構性機制必然產出嘅結果，亦都係我哋今日拆解香港財富分配遊戲嘅核心關鍵。大家企喺維多利亞港岸邊，望住尖沙咀整齊氣派嘅天際線，中環密密麻麻嘅甲級寫字樓，夜晚燈火通明嘅核心商圈，好容易被呢個國際大都市嘅繁華假象徹底迷惑。遊客外地朋友見到嘅係金碧輝煌、繁榮昌盛嘅香港，但真正紮根呢度打拼嘅本地人先會睇到光鮮背後嘅殘酷現實。好多人以為城市越發達，經濟越好，紅利就會人人有份，人人可以分享。但只要你走入普通香港人嘅真實生活，即刻會推翻所有認知。外面係金碧輝煌嘅城市天際線、頂級金融商圈、天價核心資產，但呢啲繁華同幾百萬普通打工仔中產完全割裂，一啲關係都冇。呢一度無法跨越嘅階層鴻溝，絕對唔係你懶、你能力差、你唔識理財造成，而係呢套運行幾十年嘅樓市財政雙重機制精心打造出嚟嘅階層枷鎖。呢度我要糾正一個90%香港人都會踩嘅認知誤區。好多人話香港樓價高係因為土地少、人口多、剛需大。呢個答案聽起好合理、好符合常識，但只係最表面嘅故事，完全遮蓋咗核心真相。老實講，香港根本唔係土地稀缺嘅城市，新界、大嶼山、東九龍等等大片區域，仲有海量未深度開發、閒置多年嘅優質土地。
呢啲土地嘅整體儲備量其實足夠全港所有基層剛需家庭人人有足夠居所，完全可以輕鬆解決普羅大眾嘅上車難題，根本唔存在天然土地不足嘅問題。真正鎖死普通人上車路、推高全城樓價嘅，唔係天然土地不足，而係人為管控嘅土地供應機制，再加頂級地產家族嘅長期市場壟斷。熟悉香港樓市生態嘅老友都知，本地私人住宅嘅開發節奏、供應數量、推盤時機、定價標準，幾十年嚟一直被四大老牌地產家族牢牢掌控。呢幾間巨頭伴隨香港幾十年城市成長，全程參與每一輪樓市迭代，手握許量低價囤積嘅土地儲備，超級龐大嘅資金體量，仲有碾壓市面所有中小發展商、本土細地產公司嘅絕對行業話語權。你日常搭港鐵行商場逛街區，隨處都係佢哋嘅廣告。香港新舊核心商圈住宅密集區幾乎全部被佢哋嘅樓盤覆蓋。好多人以為地產商就係不停拿地起樓、賣樓賺差價，但對於呢啲頂級老牌家族嚟講，呢種賺錢方式太慢太低級。佢哋真正嘅身份係香港住宅土地嘅守門人，佢哋真正嘅獲利邏輯係靠海量土地儲備，人為操控市場供應節奏，長期托住資產價格，坐收幾十年時代紅利。呢個時候大家一定要認真聽，呢段係成個香港樓市最核心、最關鍵、極少人講得清嘅運作真相。香港頭部地產商嘅玩法同內地房企嘅高周轉模式完全相反。內地房企係快速拿地、快速開發、快速賣房、快速回籠資金，但香港老牌地產商嘅核心策略係低價囤地、長期持有、錯峰出貨、人為控市。喺市場冷清地價低位、市面冇人願意入市嘅低迷周期，佢哋會低調大手吸納各區優質土地，絕對唔會即時動工起樓、快速出貨，只係全數納入自家土地儲備，長年存放靜靜五地。單睇商業層面，大企業低位囤貨對沖風險，鎖定長期收益看似好正常，但當極少數企業掌控咗全港絕大部分土地資源之後，原本合法嘅商業操作就徹底變成咗壟斷市場、操控樓價、收割全民嘅工具。當佢哋嘅土地儲備足夠龐大，足以左右全港樓市供需，成個市場就徹底脫離自由市場法則，主動權完全落入地產商手中。市道火熱，社會氣氛高漲，家家戶戶都想上車置業嘅時候，地產商就會精準集中出貨，一次性推出幾百幾千個全新住宅單位，刻意製造全城搶樓、供不應求嘅火熱熱潮。喺人為製造嘅供需失衡之下，不斷抬高售價，賺取巨額利潤。收割完畢，資金回籠之後，佢哋又將利潤再次投入土地市場，繼續囤地儲貨，靜靜等待下一輪升值紅利。相反，經濟下行，市場冷淡，市民收入受壓，大家唔敢輕易買樓嘅時候，地產商就會主動大幅減少推盤量，放慢整體開發速度，暫停新盤開售計劃，透過人為收縮供應抵消需求下跌嘅壓力，死死托住樓價底線，絕對唔會讓樓價大跌。呢就係香港樓市最冷血、最殘酷嘅固定規律。無論市場冷熱交替，普通剛需住宅價格永遠唔會跌到普通人買得起嘅水平。自由市場原本係供過於求就跌價，供不應求就漲價，但香港樓市徹底脫離呢個規則，形成咗熱市放量抬價、冷市縮量托底嘅不敗套路。樓價底部永遠被鎖死，打工仔一世都等唔到真正嘅低價上車機會。市場所有上漲紅利全部歸地產商所有，所有下跌風險成本全部由普通買家、基層市民承擔。聽到呢度，好多街坊肯定會問：樓市俾地產商壟斷，樓價長期高企，難道政府唔會出手調控，保障民生平衡市場咩？呢個問題就係成個機制最核心、最多人忽略，亦都係香港高樓價幾十年無解嘅根本原因。直接同大家講真話，政府從來都唔係高樓價嘅旁觀者，而係最大受益者之一。私人地產商同特區政府早已形成利益捆綁、榮辱與共嘅共生關係。呢個就係高樓價可以長期穩固、無法根治嘅底層邏輯。好多人唔知，香港係全球土地財政模式最成熟、依賴度最高嘅地區，堪稱現代土地財政嘅典型範本。香港稅率極低，
企業所得稅、個人薪俸稅喺全球發達經濟體入面都處於低位，仲早已取消遺產稅，就係靠住呢種超低稅負優勢，維持自由港嘅核心競爭力同超強商業吸引力，先可以吸引海量外資企業、外地人才入駐。正因為常規稅收有限，土地相關收益就成為政府財政嘅絕對核心支柱。土地出讓金、物業交易印花稅、房產各類雜費等等土地溢價收入，長期佔據政府全年財政收入嘅2成以上。樓市鼎盛時期，呢個比例甚至突破3成。簡單講，政府運作、公共服務、城市建設，大部分錢都係靠賣地、靠樓市支撐。由此就出現咗一個永遠無法調和嘅核心矛盾。對於政府嚟講，地價越高，樓價越穩，賣地議價就越多，財政就越充足，城市運轉就越穩，樓市越旺，交易越活躍，印花稅收入就越可觀。所以喺政策層面，高樓價從來都唔係民生難題，而係財政穩定嘅基石。正因為有呢層利益底色，政府所有樓市調控永遠只敢做表面功夫，絕對唔會觸動土地供應、市場定價嘅核心機制。早年政府上調高端物業印花稅、加豪宅交易稅，表面睇係打壓投機降溫，樓市實際上完全解決唔到普通人上車問題。因為香港樓市嘅核心矛盾從來都唔係富豪炒豪宅，而係普通剛需住宅長期供應不足，缺口持續擴大。數據唔會騙人，香港私人住宅落成量年年持續收縮，每年新落成嘅住宅單位越嚟越少，市場供應管道越收越窄。但隨住人口穩定、家庭細分、年輕人獨立置業，市民嘅居住需求、上車需求年年穩步上升，逐年下跌嘅供應穩步上漲嘅需求，人為操控嘅出貨節奏，三重因素疊加剛需樓價底部被死死鎖死，普通人上車門檻只升唔跌。嚟到呢度，成個香港樓市嘅利益閉環已經徹底清晰。頭部地產商靠海量土地儲備調控供應、掌控定價，收割每一輪週期紅利；特區政府靠高地價賣地賺取巨額溢價，依託高樓價維持財政穩定。兩者利益高度一致，深度捆綁。而我哋幾百萬打工仔中產就係呢個閉環入面唯一嘅買單者，被動承擔所有樓價漲幅、生活壓力同階層成本。好多老友仲心存僥倖，覺得自己只要夠勤力，人工年年加，儲蓄越積越多，總有一日可以追上樓價，成功上車。但現實真係好殘酷，個人勞動收入嘅增速永遠追唔上資產價格嘅複利漲幅，兩者根本係兩套完全唔同嘅運行邏輯。香港基層打工仔月薪普遍喺2萬蚊左右，人工每年升幅僅得幾個百分點，漲幅極其有限，仲好容易受經濟週期、行業裁員潮、市場環境波動影響，收入極唔穩定，隨時有凍薪減薪風險。但樓價嘅上漲係爆發式、複利式嘅資產增值。喺樓市上行週期，香港住宅價格曾經連續9個月走強，累計整體升幅相當驚人。我哋計一條好真實嘅數俾大家睇，一套400呎，總價400幾萬嘅剛需細單位，短短8個月資產淨增值可以達到36萬港元。呢36萬一個月薪2萬嘅打工仔，需要不吃不喝，足足做足18個月先可以賺到。但手握物業嘅業主唔使返工，唔使加班，唔使付出任何勞動，淨係靠持有資產坐等週期，就輕鬆賺到普通人2年人工。呢種財富差距唔係個人努力可以彌補，係制度同金融機制硬性決定，普通人根本無力對抗呢度。再同大家拆解更深一層嘅外部枷鎖，聯繫匯率制度，港元同美元深度掛鈎，香港利率金融調控完全跟隨美聯儲節奏，徹底喪失獨立貨幣政策權。簡單講，美國加息香港必須跟加，美國減息香港只能跟減，完全唔會顧及香港本地樓市情況、市民生活壓力。呢套被動跟隨嘅金融體系，直接打造出一套單向向上嘅財富轉移機制。美聯儲減息週期，香港按揭利率同步走低，大眾供樓每月還款壓力大幅下降，市場置業熱情瞬間被點燃，樓市順勢迎來一輪又一輪暴漲紅利，土地同物業持有者嘅財富快速複利翻倍。但呢輪紅利永遠輪唔到冇資產嘅普通人，我哋只可以被動面對越嚟越高嘅上車門檻，所有利率紅利
市場紅利最終全部流入資產階層口袋，完成一次又一次精準嘅財富向上收割。喺呢套機制入面，最無辜、最辛苦、承擔最大壓力嘅就係撐起香港社會嘅中產階層。月入25000至5萬港元嘅普通中產，有穩定正職工作、固定月薪收入、良好信貸記錄，係香港社會最核心嘅中堅力量，亦都係樓市唯一最關鍵嘅核心接盤俠，係長年維持土地財政、高樓價體制穩定運轉嘅最大基石。對於地產商同政府嚟講，低收入人士根本冇能力買樓，頂層富豪根本唔爭剛需，細單位得中產，有儲蓄、有需求、有還貸能力，係樓市唯一消費主力。正因為中產持續入場、持續接盤，高樓價體系先可以幾十年不倒，土地財政先可以持續運轉。我哋用一個典型香港中產家庭案例，等大家親身感受呢套機制嘅殘酷。香港標準雙職中產家庭，夫妻月入合計7萬港元，已經屬於普羅大眾入面嘅高收入水平。如果每月極致節流，固定儲蓄1萬港元，全年可以儲12萬。而香港一個兩房中型剛需單位，總價普遍700至800萬港元兩成，首期就需要140至160萬港元，喺收入絕對穩定，家人零大病開支、零突發大額支出，月月滿額儲蓄嘅最理想化狀態下，都需要足足8-9年時間先可以勉強儲夠首期。但現實從來唔等人，你儲錢嘅呢8-9年入面，樓價唔會停低，等你只會持續上漲，不斷波動。等你辛辛苦苦儲夠首期，房價早已再上一個台階，門檻再次抬高，你永遠差最後半步。呢就係呢套系統最恐怖、最陰毒嘅設計。佢唔會徹底斷絕你嘅希望，唔會令你完全放棄上車嘅念頭，佢會一直留返一絲絲微弱嘅希望俾你，令你願意繼續日日返工，默默死捱，堅持儲錢，不停奮鬥，相信自己終有一日可以上車。但佢會精準控制節奏，永遠令樓價增速快過你嘅人工增速、儲蓄增速。你所有嘅努力、所有嘅積累，只係用嚟填補樓價上漲嘅缺口。呢個根本唔係你能力差、唔識理財，而係系統層面預設好嘅局不可勝嘅財富傾斜規則。好多人會疑惑，明明香港大把閒置土地，政府點解唔大幅釋放、增加住宅供應，直接解決高樓價問題？答案依然喺利益閉環入面。對於手握海量土地儲備嘅地產巨頭嚟講，土地係核心資產，係財富增值嘅最大載體。如果一次性大量釋放土地，批量大規模建屋，樓市市場供需關係會即刻徹底逆轉，持續幾十年嘅高樓價會大幅回落，地產商手上海量嘅存量土地持有物業估值會瞬間大幅縮水，佢哋幾十年辛苦建立嘅穩定商業模式同長期盈利體系會徹底崩塌。所以對佢哋而言，可控嘅稀缺、收縮嘅供應先係利益最大化嘅唯一策略。無節制增加供應就等於透支自己嘅長期財富，而特區政府亦都陷入無解嘅利益矛盾。想要財政穩定、城市正常運轉，就必須維持高地價、高樓價格局。想要降低置業門檻、解決民生住房問題，就要大量釋地、增加供應，必然導致地價暴跌、財政收入大幅縮水。兩個核心目標天然衝突，無法兼顧。回顧香港幾十年嘅樓市政策、土地政策選擇，政府永遠優先保障財政穩定、城市經濟正常運轉，普羅大眾嘅民生住房問題永遠都擺喺次要位置。呢個就係香港高樓價困局幾十年無解、越嚟越嚴重嘅核心政務根源。講到呢度，我哋可以完整梳理出香港樓市隱形財富機器嘅3大核心主體同運行邏輯。幾十年嘅樓市波動、階層固化、貧富差距，全部源自呢個完美閉環。第一，4大地產家族為首嘅發展商，做土地同房源守門人，靠調控供應、壟斷定價，收割每一輪週期紅利。第二，特區政府作為土地原始供應者同財政受益者，同地產商深度綁定，共同維持高樓價體制。第三，聯繫匯率同國際金融體系作為外部推手，跟隨美國貨幣週期，製造樓市漲跌，完成大規模財富轉移。而幾百萬打工仔中產永遠處於體系最末端，被動承擔所有風險、所有成本。
我拆解呢套複雜機制，唔係為咗製造焦慮、製造對立，更加唔係散播負能量。我只係想話俾大家知，90%普通人嘅認知誤區就係將財富積累、階層突破單純歸結為個人努力，以為夠捱、夠自律、夠勤奮就可以突破階層上車置業。但真相係睇唔透底層規則，睇唔穿呢套系統嘅收割套路。你所有嘅努力、所有嘅自律、所有嘅堅持，都只係被動適應系統嘅收割節奏。你越努力揾錢，越努力儲錢，就越係幫高樓價、土地財政、資產增值買單。睇清規則唔係為咗躺平，而係為咗跳出無效努力，揾到系統真正存在嘅突破缺口。好多人覺得呢套閉環體系完美無缺，普通人冇任何逆襲機會，只可以認命接受階層固化。但事實絕對唔係，任何龐大嘅系統都唔可能100%封閉，毫無破綻。香港樓市財富機器一樣有普通人可以把握嘅漏洞同突圍機會。呢啲機會從來唔屬於死做爛做、唔識思考、唔識規則嘅人，只留俾睇懂節奏、摸透規律、跳出固有思維嘅清醒者。呢度我同大家分享3個大眾完全忽略，可以切實打破置業困局、跳出收割嘅核心維度。認真聽，每一點都對你有用。第一，打破同質化置業思維，讀懂資產分層嘅結構性機會。絕大部分普通買家嘅置業思維都高度統一，盲目追捧市區熱門剛需盤，跟風搶購主流護城，扎堆網紅熱門偏區，所有人一窩蜂爭搶同一類型資產，最終陷入極度內卷嘅局面。價格俾大眾盲目追捧，瘋狂炒高，自己不知不覺高位接盤。但香港樓市從來唔係整體齊漲齊跌，內部分化極度嚴重，唔同片區、唔同物業類型、唔同樓齡嘅資產，漲跌節奏、抗跌能力天差地別。整體樓市下行嘅時候，依然有細分板塊穩如泰山，甚至逆勢上漲。普漲行情入面，亦都有大量小眾高性價比資產，價值被嚴重低估。多年真實市場數據充分證明，新界偏遠片區嘅舊式細單位喺樓市調整期跌幅極大，保值能力極差，好容易貶值縮水。而市區翻新舊式住宅、核心商圈優質物業、稀缺地段改良戶型抗跌保值能力極強，係可以穿越樓市牛熊週期嘅優質資產。放棄盲目跟風嘅置業陋習，精準佈局細分市場機會，係普通人避開收割、實現資產保值嘅第一步。第二，學會捕捉樓市週期前置信號，擺脫被動跟風嘅交易陋習。香港樓市嘅漲跌節奏，地產商嘅推盤計劃同出貨節奏，從來都唔係隨機波動，全部由頭部地產商部署。全球金融週期、本地政策信號三方共同主導，而且每一輪樓市週期啟動之前，市場都會釋放大量公開可追蹤、普通人都可以預判嘅前置信號，只係絕大部分普通人從來唔關注、唔識解讀。當頭部地產商集中向地政總署遞交大型開發申請，大型土地拍賣流標率持續下降，建築行業就業數據穩步回升，土地市場活躍度持續提升，就代表新一輪樓市上行周期即將開啟，地產商會集中推盤釋放庫存。相反，土地拍賣冷清房企暫停開發，建築業就業下滑，就預示市場即將調整，樓價有回落風險。呢啲公開透明嘅行業數據，政府政務公示信息，就係普通人精準預判市場、把握低位入場時機、避開高位接盤大坑嘅核心工具，擺脫感官跟風，用數據同信號判斷周期，先可以擺脫大眾誤區。第三，讀懂金融周期底層邏輯，順應跨境資本同匯率節奏做決策。記住一句真話，香港樓市本質係資本同利率遊戲，從來唔係單純嘅供需遊戲。聯繫匯率令香港樓市深度綁定美國金融週期，美聯儲加息減息，直接決定香港按揭成本，市場資金流動性主導，全年樓市走向減息週期，資金寬鬆，置業成本低，資產大概率上行，加息週期資金收緊，供樓壓力暴增，樓市進入調整期。與此同時，深港港澳跨境資金嘅流入、流出動向都會直接影響香港樓市整體熱度。內地資金大規模流入香港置業嘅時候，會催生海量剛需同投資置業需求，進一步推高整體資產價格。普通人唔需要盲目跟隨市場情緒，只要緊盯金融週期，
資金流向兩大核心變量，就可以避開周期陷阱，把握低位佈局機會。當然，我哋都要客觀認清，樓市從來冇零風險決策。香港樓市始終存在多重不確定性。首先係全球地緣政治風險，國際局勢動盪會直接影響通脹、大宗商品價格同全球金融穩定。香港作為高度開放嘅自由經濟體，好容易俾外圍市場衝擊打亂固有樓市節奏。其次係聯繫匯率嘅雙向壓力，美元週期反覆波動，跨境資金雙向流動，令港元匯率持續受壓。金管局嘅市場操作會持續改變資金流動性，間接影響樓價走勢。呢啲變數極難預判。最後係長期存在嘅經濟結構失衡問題。香港緩均經濟數據年年亮麗好看，但經濟增長紅利高度集中喺金融、跨境貿易、高端服務極少數領域。基層市民嘅人工增速、大眾日常消費能力長期落後於資產漲幅，經濟增長完全無法普惠全民，令樓市嘅剛需支撐存在好大嘅隱性短板。綜合所有拆解，我哋可以得出一句最清醒、最扎心嘅結論：香港係一座典型嘅資產增值型城市，絕對唔係勞動致富型城市。喺呢座城市打工，搵人工出賣自己時間換取酬勞，只可以勉強維持基本溫飽，支撐日常衣食住行開支。真正可以實現財富持續積累、階層跨越、資產翻倍增值嘅途徑，永遠係持有優質核心資產，精準把握樓市週期紅利，享受城市制度性溢價。學校教育大眾主流認知一直教我哋努力讀書、乖乖返工、踏實奮鬥就可以改變命運。呢套邏輯可以提升你嘅個人能力，維持生活穩定，但完全唔適用香港嘅財富規則。當你一世被困喺出賣時間換人工嘅勞動邏輯入面，少數手握核心資產嘅人一直靠資產複利、制度紅利、周期優勢累積財富，兩種完全唔對等差距極大嘅財富增長模式，造就咗香港普通人難以逾越嘅階層差距。呢個隱藏嘅差距就係香港最隱形、最昂貴、人人都要承擔嘅全民隱形稅。最後我問大家一個值得深思嘅問題：你日日加班捱夜，拼命增收，極致儲錢，一心想追上樓價上車置業，但系統早已設定好規則，樓價永遠行喺你收入前面。你日復一日嘅努力，到底係真心追逐上車，夢想為自己未來打拼，定係不知不覺被動為高位樓價買單，默默為呢套成熟嘅財富收割機器持續輸血？好多人糾結留唔留香港，買唔買樓，離唔離開。其實選擇冇對錯，堅守或者離開都係個人理性抉擇。但無論你點選，最緊要係睇透呢套機制，認清自己喺財富旗谷入面嘅真實位置，唔好做旗谷入面任人擺布嘅無知棋子，唔好浪費自己寶貴嘅時間同精力，做一堆冇意義冇回報嘅無效努力。學會看透規則，利用規則，跳出努力內卷嘅閉環，先可以揾到屬於自己嘅破局之路。呢條片嘅深度拆解，如果幫你打破咗10幾年嘅認知誤區，睇清香港樓市嘅底層真相，即刻點讚、收藏、轉發，評論區留低你嘅睇法。你覺得香港普通人而家仲有真正公平嘅上車機會嗎？你遇過最無奈嘅置業困境係乜？我哋一齊交流，一齊拆解。仲未關注、未開小鈴鐺嘅朋友，即刻訂閱我哋頻道。下一條片我會完整拆解普通人喺呢套固化機制入面可以落地嘅突圍策略、資產配置思路、週期把握技巧，教你徹底擺脫被動一收割，捉住市場隱形機會，唔好再用努力感動自己，輸俾規則。